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了推广台南合法的民俗，代理市长李梦燕上午来到安平的台湾湾参访，除了肯定业者将历史用入民俗经营用心，也呼吁全国民众如果要来台南佚佗，一定要选择合法的民俗才有保障。这座位伫安平巷内传统建筑，其实是安平地区真出名的台湾湾民俗。整个建筑拢充满历史，不管是墙面的壁画，也是地板的地砖，拢有家己的故事。19号上午，市长李梦燕、观光旅局长王实施以及议员创专家吕维印拢到场参访，也加码伊小解整个民俗，和市长相当配合。那么我们看到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宝贵的财产，宝贵的一些文化的资产啊，那也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这么有特色、这么有文化深度的民宿难怪会受到全国民众的这个欢迎啊，跟大家争相这边来体验啊。那我们在合并之后，在交通部的协助之下，我们在双城地区已经有129家合法的民宿来设立。那我们希望这些非常有特色的民宿能够更加的宣传，那得到我们全国民众的大家的喜爱大家来台南体验具有文化深度具有这个巷弄文化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这个民宿，大家一起来体验。现在台南佚佗，除了饭店以外，民宿嘛是侪民众真好的选择。但是如何选择非常重要，所以观光旅局提醒游客一定要选择合法的，才当有完整的保障。台南新闻郭国义采访报道。那边消息要请台南的市民来注意，因为市政府将对明年10月1号开始禁止使用无包好势保丽龙铺具。上午农业局除了召开记者会公开说明，重点也是要解决保丽龙污染海化严重。市府修正台南市青海鹅养殖管理自治条例，对民国1808年10月1号开始，将禁止使用无套网的保丽龙，违法的每一批将处1万块的罚款。而现在除了推广保丽龙铺具套网以外，毛厂商研发3种无共材质的环保铺具，加甲区议会配合试验，希望解决保丽龙污染海化问题。咱是一个海洋国家，一个美丽的宝岛。我想我们都在进步，不容许这样继续在污染咱的海岸所以不得不拄啊，咱我主任嘛大报告不得不咱一定要来做点改变像这个冲击一定对咱这鹅卵非常的大，尤其是成本甲这个使用的无方便但是为着咱的环保一定爱大家爱忍耐爱去突破我想这市府会甲咱鹅卵共同来努力来克服所有的问题。市府以回收一袋废弃的保丽龙，就减少一袋保丽龙来污染海化的理念，持续办理奖励回收，予市民将传统的保丽龙铺具套网来代替环保的铺具。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为了让100年历史的台南公园会当有更加完善的规划，会当参像纽约的中央公园同款出名，所以市长参选的尹伟铁特别发表台南公园未来景观设计加生态保育等等的规划。另外，伊嘛全力支持台南公园应该有一笔独立的预算来执行。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吴伟铁下午伫咧台南公园邀请长期在地关心着这片土地属公民以及市府相关局处的官员做伙来出席，针对着未来这座100年历史的台南公园要如何规划，如何分区富裕这寡生态环境，同时阁要兼顾着市民朋友的休闲生活，以来做详细探讨。台南市长参选人吴伟铁伫咧经过舞会，大家一番讨论以后，认为这座公园应该要有独立预算，才会当好好详细规划。那将来预算的执行有它的独立性就是说将来要专门
散布在各个局处的这个预算，关于台南公园的这个预算，但是它的执行又要有一个协调性，不会说这个公务局要修剪这棵树，然后这个农业局就说这棵树要怎么样，那反而预算就汉格。那我觉得其实将来这个执行一定是有它的独特性、独立性，但也要兼顾它的协调性。同时，因也到公园的四周边看看的。也和黄伟霆更加了解到台南公园即卖状况。其实刚刚有提到，像我们讲的，这边有草皮，可以看那一边那边就是很多居民会要求说，要把落叶扫干净，然后结果就会导致那个土壤变得非常的硬。对那另外就是说刚刚讲的移工的部分，其实我们之前这边办书展的时候，移工会借他们文化给我们台湾人了解，因为相对的我们这里面的解说牌等等，反而没有让他们能够了解台南公园文化历史的那个。代表那个重要性一部分，所以刚刚有跟劳工建议说，未来我们在一些手册或者一些解说牌、动线解说牌，可以考虑把多元移工的部分对文字把它放进去，让他们来这里知道说我站在这个树下，其实代表台南的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精神，再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是。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霆积极来画出着具体蓝图，就是希望让台南公园未来会当愈来愈好，变做一个国际级的知名公园。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有关湿地保育法对104年2月实施以后，咱大北门地区的居民的抗争不断。上午市长参选人苏焕智甲无党籍议员单调来蔡秋兰等人联合召开记者会，都认为该法是恶法，影响居民的生活。另外，批评当时的市府甲立委并无作为，竟然让台南的沿海被判死刑。伫大北门地区，包括七股、将军、甲北门当地里长甲里民，以及反湿地人民团体陪同，市长参选人苏焕智甲市议员单调来蔡秋兰，以及议员参选人陈坤和，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会长苏焕智表示，当初湿地法伫实施进前，台南沿海3乡镇，包括七股、将军甲北门，突然间被公告列为国家级湿地。并且限制掠鱼、身体气温，严重影响着渔民的生活。认为该法根本就是恶法，而且敢若温准政府放火，无愿意百姓点灯。湿地保护法第25条有这样的规定不以后呢纳入之后，有几项都是被禁止的。第一项的传统的捕捞行为那么在过去有非常多的渔民已经遭受到去掠鱼去掠金那么被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潜力那么另外呢，也不能够新增养殖渔温新开辟渔温那马龙比赛。那么不只是这样，3海里内底掠鱼也算是违反湿地保护法。去太阳能发电厂的呢，伊就甲划出，就没有纳入湿地范围。就是说，只要政府要做太阳能，一个微处理，这个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是，叫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政府我要做海淡厂，来，我给你划掉，你这个无纳入湿地啊！我要做太阳能发电，给你划掉，无做湿地。但是呢，老百姓要去盐田街掠鱼老百姓要去水路掠鱼来，你违反湿地保护法。这个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另外，对104年该法实施以来，就一直带队抗争的无党籍议员单调来也表示，同款是沿海，当初分林甲嘉义，因为抗争甲反对，当地就无被列入湿地。不过台南因为市府的无作为，结果被划了11000公顷。单调来表示，就算抗争到死，因嘛反对到底。这对阮地方是判死刑啊！所以这件湿地这件代志，除去武甲咱目睭客去，除去武甲目睭客去，除去阮地方麻木啊，无绝对抗争到底。这个国家是无花无目屎，这个政权是无花无目屎。最后，因也提出几点的呼吁。包括当时的市长、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以及联署的立委黄伟霆，爱为当时的失职来道歉。另外，嘛呼吁停止湿地保育法的一寡无合理限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由议员曾培雅所发起的中餐助动计划，举办到今已经是第6档。这原本是议员以个人发起，透过服务出来分便当，但是因为爱心的行动影响愈来愈多人，和愈来愈多弱势学生受到帮助。所以今年南英赛主会嘛加入合作行列，做伙出钱出力。透中岛唔惊辛苦，将一个又一个便当，用济丰富的菜色填满。这寡爱心便当，拢是要送到有需要帮助弱势孩童的手中，互因伫咧暑假期间的中岛，买当食饱饱。持续6档的善行，市员曾培雅用心，大家拢有看到，也因此专款专用的捐款以及捐物资的人愈来愈多。唯一的心得就是高兴，而且看到孩子能够都吃得饱，家长能欢心，是我最终的目的。今天我们有我们南英狮子会，我们丽如会长黄丽如会长所带领的师姐们来共襄盛举。今年的6年，还得到很多的响应。路过的，你看，无名氏，他捐付2万，谢谢他们。今天阿美能够持续做6年，是因为大家看得到，我们有奉献，我们有对孩子而着想，所以大家不管100、10块，我们都不嫌少。因为能够持续是大家的共襄盛举，不是只有阿美的爱心，所以我在这里借着我们今天的媒体，谢谢大家能够让我持续能够把这个活动做下去。这届南英赛主会大规模的出动，不但捐了5万块现金，会员嘛拢主动来出动，来到现场斗下手。暑假的一个中餐服务的部分，其实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回响跟念想，就是说让这一些小朋友，其实在我们社会有时候基本上忘记照顾的这个部分，让他启动了这一个照顾的一个服务计划。那所以我们南英狮子会非常感念，非常愿意来支持曾培雅议员这一个这么勇敢的一个义举，让这些小朋友不再肚子饿了，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曾培雅议员。这届有便当、有面包，甚至也有特殊礼券。市员曾培雅将服务的区域嘛来扩大，不再只限定伫咧东区，希望会当借此来帮助较侪弱势孩童，互因拢会当食饱饱，安心来学习。咱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另外，议员林美燕嘛同款发挥爱心，为南区的弱势学生举办暑假营养午餐计划。上午伊嘛买下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的4个分区，以及台湾里社区发展协会，共同邀请弱势学生到服务处用餐，希望小朋友专心读册，免烦恼无钱食饭。议员林美燕表示，近年来因为大环境无好，弱势学童哪来哪增加。为了让因有一个无烦无恼的成长过程，因此规划了爱心助动计划。上午到赛主会4个分会，包括英美、英空、文英甲南营，共同来抛砖引玉，希望小朋友会用来珍惜这份爱甲关怀。这几年来，每到了寒暑假的时候，我们透过教育局、透过学校，然后就是需要关怀的这些中低血童还有一些比较边缘户的这些童我们在放假这段时间就是免费供应营养午餐，然后直到就是寒假暑假结束了。那这些的经费都来自各地的爱心。今天现场我们看到我们第6专区第11分区的我们的分区，我们就是康主席来到现场，带了我们友美狮子会，带了永康狮子会的这些师兄师姐来到现场，而且企业的安南的就是牛肉摊他也就是带了全家来到现场，作为主要的他们做一个就是经费的就是补助之外赞助之外他们也付诸行动，跟我们这小朋友共襄大家一起来吃饭让小朋友感受到社会的温馨，而且也鼓励他们这小朋友能够在这人生的过程中自己要努力才会有成功。服务饥饿是我们国际狮子会的重点服务之一所以今天我带领我们11分区4个分会一同来参与这个活动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能够来重视这个比较弱势
这个的活动，然后让社会呢多一份温馨跟爱心。会中看到小朋友每人摕着环保的餐具，由着服务处志工妈妈负责底饭底菜，每一位小朋友拢充满喜乐。会中师兄甲师姐嘛，甲小朋友做伙来用餐，会后阁有点心、甜点，而且嘛有爱心人士赠送文具礼盒等。其中上可贵的，阁有一间餐饮业者，为着头家带着家己的小朋友前来关注生活，不但互小朋友会晓帮助别人，而且嘛也会晓珍惜甲感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绝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第28届市商会理事长交接18号暗时，由市长李梦燕担任感召人，正式举办交接典礼。新任理事长徐国伦表示，接下理事长的职务是一种的任务，嘛是一种责任。未来将配合政府吸引国内外厂商来投资，开创台南的商机。市商会第28届理事长交接18号暗时，伫台日式酒店闹热登场。会中邀请市商会理干事、会员以及贵宾共同见证交接甲收证仪式，并且邀请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担任感召人，将印信对下任理事长林书记手中，以及获现任理事长徐国伦。在这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刻，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会。那我们台南市商业会可以说是我们台南市的各项的商业、各项的人民团体里面的一个最上位、最关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辖下有115个这个分会，那么有25000多家的5000多位的会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那对台南的商业各方面的发展，有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林书记表示，担任市商会理事长是一生上界公营的代志，虽然卸任，但是永远拢是市商会一份子。担任着27届的理事长，对事界来讲，这是我一世人上公营，而且上骄傲的一件代志。事界啊，虽然要来离开这个位置。但是不管事界未来伫倒会搭，商业会永远是我的厝，我嘛是永远商业会一份子。新接任的理事长徐国伦表示，也做好政府甲厂商之间的桥梁，为台南市创造商机。台南市市商业会会当扮演着咱政府和厂商之间，咱的商业、各个商业单位之间的桥梁，会当讲对咱加强咱台湾的。台南，尤其台南的投资，内需的投资也好，也是讲咱的商业的发展也好，也是讲观光事业的发展也好，也是讲咱的台南非常有名的美食也好，会当我希望讲商业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政府好好沟通，帮助咱的业者会当赚到较侪钱，互台南市的商业更蓬勃的发展。现年72档的市商会是领导台南市商业界重要组织，伫历届理事长的努力，一直拢配合政府政策，共同开创商机。
新任理事长徐国伦表示，伊将继续带领市商会提振台南的经济，带动商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对新市起家咱在地茶饮店，为了将因由一个地小甲餐点，小解互更较侪人知影。伫去年10月进驻北区的小巴商圈，并且落档本邀请日本知名的设计师来打造一个舒适、佮有气氛的环境。毛林茶变成一件真新鲜的代志。一间日店内，观众可能也准讲是来到咖啡厅，但详细一看，菜单顶面提供的拢是台湾的茶饮。这间店对去年10月开始进驻北区立贤路，店内装潢嘛是开动金，也请日本设计师特别设计，就希望给消费者一个舒适的用餐环境。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当初是有做特惠啦，然后之后就觉得这边环境很棒，然后就想说那就带朋友来这边读书，结果读的时候就觉得，这边的气氛真的很不错，然后餐点也很棒，然后它就是常常还会有那种组合啊，所以就很吸引大家过来。当初老板是觉得说，既然都已经要做了，那我们就要做好的，所以我们特别去请日本的设计师来为我们装潢这家店的部分。那既然都已经请到这么好的设计师，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要提供给大家更好的环境。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么棒的环境之下，好好的品尝我们的茶叶，那也可以好好的放松，享受一个悠闲的下午。对新市起家带凉茶饮，因为头家想要将台湾优质的茶推广给更加侪人啉到，所以才决定来到府城开店。当初呢，老板其实在乡下当初是开手摇饮料店的，那这样开着开着，其实他就开始觉得说，台湾的好茶应该要更加的被推广出去，所以势必要推广的话，我们必须要往市区去发展，因此才有了带凉这一家店的产生。那现代人呢，非常的忙碌，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在家里好好的泡一壶茶来为自己分享或是品茶的部分。那为了提供给大家优良的环境以及好的茶叶，所以我们才有了带凉这家咖啡厅或茶饮复合店的部分。那希望就是像一些知名咖啡厅一样，让您节省您的时间，那来到我们店里就可以欣赏以及品尝一壶好茶，以及这样优良的环境。除了茶饮，店内嘛有提供三明治等餐点，其中也有将粉圆珍珠加入小胖当中，口感相当的特别佮好食。欢迎各位啉好茶、食好料民众前往品尝。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非常感谢收看7月19日中嘉台电新闻，咱再会。